会知道，这阴间礼物，西门外的头，是为了你一个被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。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礼物虽然厚，如果你不要，你怎么能够得到？怎么能得到？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了解？马场海是为你而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门外等候。最好的礼物是认识主耶稣。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。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礼物虽然好，如果你不要，你怎